信徒厝內採香案供迎聖駕，台南大天水關大帝廟進行巡香活動。在頭旗風雷大元帥的帶領之下，對屏東潮州一路行轉來台南，全程90公里，有長輩隨行祈安，嘛有少年人以行腳的方式參與。叫的囡仔一度也閣互抹歹去，好佳在有熱心民眾借家己家的亭仔腳，互大家收證。整天下來，其實從早上的6點半到我們的高雄屏東地區，其實已經接近晚上11點多了。所以其實這個整個路程的行程是非常非常的久。那其實我們在一開始也覺得說，這個是不是一個很大的難題？大家都是很難去想象說我們會完成這個任務啦。今年是第2度南巡，經過濟行政區，沿線自駕停留，替信眾賜福，也閣拄到3冬一考。水關大帝轉來到台南的時陣，特別先到天大進條，南蛇蘋果小頭家也閣特別敬獻心意，予神明隆重的面聖。神明自駕的時陣，也閣熱情接待。這個人的時機是佇咧高調建設。身為弟子，就是盡分心力去幫忙、去協助啊，或占卜還是占經這樣子。水關就是咧坐蚵，炸一寡物件下過，上好是炸烏色的，上好是有眼鏡官的討客的，你拜拜就甲囥佇遐，互大家結緣。傳說水關改革，舊曆10月19日是水關大帝誕生，這天嘛是下元節，運勢無好的人會當到廟裡拜拜，祈求平安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